希流口水到。我知道你好鍾意捉棋嘅，不如分享一下你最鍾意嘅棋盤遊戲啦。好啊，而家就同你分享，有啲甚至你未聽過添。第10名，寶石棋，呢個係一種源自非洲嘅古老遊戲，又稱為非洲棋或者波棋。棋盤設計獨特，棋子放喺凹洞裏面，而且擺埋晒一齊，咁已經同典型嘅棋盤好唔同。棋子嘅移動方式比較單一，全部統一為逆時針，逐粒逐個窿咁向前延伸，然後通過唔同嘅規則增加刺激感。雖然移動方式死板，但其他規則嘅共同作用，有種邊個可以靠智力搶到更多寶石嘅爽快感受。第9名，雙陸棋，呢個係一款充滿賭博色彩嘅棋盤遊戲，運氣成分佔咗大約80%。雖然運氣佔較大嘅比例，但技巧都係不可或缺嘅部分。點樣操控盤面，將俾人食棋嘅機率降到最低，將成為呢個遊戲嘅一大魅力。棋子移動嗰陣，一方係順時針，另一方則係逆時針，雙方輪流擲出兩粒色，根據點數視乎移動距離。呢種跳躍式嘅移動模式喺棋盤遊戲之中少之又少。骰仔為呢款遊戲帶嚟不可預測性，同時真係既驚喜又驚嚇。第8名，九子棋，一款歷史悠久嘅棋盤遊戲，又稱為九子直棋，係直棋呢個家族嘅核心分支。佢嘅先放置後移動嘅運作模式喺棋盤遊戲領域當中相對獨特。遊戲規則相對簡單，雙方各有9隻棋子喺手，然後喺任何點上面落棋。當所有棋子放置完之後，就可以移動任何棋子喺鄰近嘅點上面。無論直線定係橫線，放置定係移動，只要將棋連成3隻，就可以食咗對方1隻棋，直到對方只剩翻2隻棋子為勝。唔需要食晒，剩翻2隻就直接判定輸贏嘅設定，喺棋盤遊戲之中非常少見。第7名，狼吃羊，一款流傳喺連雲港等地嘅民間棋盤遊戲。呢個遊戲具有強烈嘅歷史悲劇色彩，移動方式亦象徵住歷史戰爭裏面嘅慘況。遊戲中，雙方嘅棋子數量各唔同，以標準嚟講，羊方共15隻，狼方共2隻，棋盤係5乘5嘅方格，棋子放喺交叉點之上。移動嗰時，雙方均為沿線移動到鄰近點，但狼擁有食棋嘅機制，將羊全部食晒為勝，羊則係將狼全部困死，冇得移動為勝。呢款遊戲經歷史嘅洗禮，衍生出多個別名，當中甚至有啲放喺當今社會會涉及種族歧視，可見歷史之中民眾對戰爭係幾咁憤怒同慘痛。第6名，挑甲棋，流傳喺中國東北地區嘅棋盤遊戲，棋盤設計多樣，最標準嘅棋盤為5乘5嘅交叉網格，共有25個棋點，好多變體加入咗對角斜線，增加咗棋子移動嘅靈活性同策略深度。開始嗰時，雙方各放置5隻棋子喺己方底部，最常見係以顏色區分敵我，目標係將所有棋子換成自己顏色，或係將對手困死為勝。轉色方法共有2種，一係將棋子移動到2隻敵棋中間，將2隻敵棋轉為己色挑吃；二係用2隻棋子將1隻敵棋夾喺中間，中間敵棋轉為己色夾吃。佢有非常豐富嘅變體，隨住演變增多，趣味同深度隨之上升。第5名，孔明棋，雖然叫做孔明棋，但係咪由孔明所設計仍然存在爭議。佢最獨特嘅地方就在於單人玩，同過去嘅自己博弈，所以佢又稱為單身貴族。移動方式非常簡單且統一，將棋子跳過鄰近嘅1隻棋，再降落喺前1點嘅空棋點裏面，就可以將中間嘅棋食咗，直至成個棋盤剩翻1隻棋為勝，否則就輸。
呢種自我挑戰嘅模式，喺傳統棋盤遊戲領域之中極其罕見。雖然冇實在嘅對手，但呢個係獨處時嘅好選擇，實現咗自己就係自己嘅對手嘅有趣體驗。第四名，五子棋，一種起源於中國，規則極簡、策略極繁嘅棋盤遊戲，新手都可以迅速入門，冇過多嘅規則，只需要放置，又唔需要移動，實現咗精簡而心碎嘅極致體驗。雙方輪流放置一隻棋子，最快可以由縱向、橫向或者斜向嘅其中一個方向以直線連成5隻，就係贏家。儘管規則簡單，但要獲勝則係一門高深嘅學問。點樣攔截對手，同時連成直線？點樣利用套路嚟擾亂對手？呢啲都係至關重要嘅策略。佢易學難精，喺棋盤遊戲領域中數一數二。對於第一次接觸棋盤遊戲嘅人嚟講，係吸引佢哋進入呢個領域嘅絕佳首選。第三名，鬥獸棋，一款普遍認為係源自中國嘅民間棋盤遊戲，又稱為動物棋，係以動物階級食棋，精準咁體現咗動物界中弱肉強食、弱勢動物嘅生存之道。每隻棋子移動方式一模一樣，上下左右移動一格。另外，獅子、老虎、老鼠呢3隻動物都擁有特殊功能。獅子同老虎可以直接跳到河口嘅對岸，老鼠可以游水同食大笨象，增加咗遊戲嘅刺激感同策略深度。移動方式係鄰近一格，食棋都係以大食細，形象化咁將哺乳類動物嘅生態同獵食本能表現出嚟，見證住大自然世界中嘅殘酷真面目。第二名，六貫棋，一款永遠冇打和嘅棋盤遊戲。佢嘅棋盤設計獨特，以幾十個至幾百個嘅六邊形拼湊而成嘅菱形版圖。由於每個格仔都係六邊形，格同格之間緊密連接，唔會出現角對角嘅模糊情況。遊戲規則非常簡單，同樣係只需要放置，又唔需要移動，易學難精。目標係利用棋子將棋盤嘅兩端連起嚟，紅方目標係左上接右下，藍方則係左下接右上。由於格仔係六邊形，保持全部格仔嘅無縫連通，你所連接好嘅路徑，完美咁切斷咗對手嘅出路。呢種博大精深同空間幾何嘅深奧，比起單純嘅連線多咗一層厚度。第一名，中國象棋，起源於中國，擁有非常悠久嘅歷史，喺歷史長河中不斷演化，最終演變成至今嘅形態。唔同棋子都有佢獨特嘅功能，提供咗多種戰略選擇同組合。佢嘅形勢千變萬化，變幻無窮，利用出奇制勝嘅戰術攻陷對手，係象棋嘅一大魅力。同時擁有多元棋子嘅棋盤遊戲並唔罕見，甚至可以話係非常經典嘅範例。但要由熟練跨越到精通，則需要發揮創造力嚟創造戰略。棋盤以9條中線同10條橫線相交而成，並引入河界同9宮格，提升咗戰略深度同設計美感。呢種設計喺世界棋類中極具辨識度。呢啲就係我最中意嘅棋盤遊戲啦。如果你中意今日嘅主題，歡迎點讚、留言、分享，仲有訂閱，請繼續支持流口水啦。問題：以上嘅傳統棋盤遊戲，你聽過幾多呢？